我刚才梦见了一个人，我努力想看清他的脸，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，我就是看不见。雨轩，我求你留下来，爸爸，你别走！让他下去睡觉。你放开我！别总是要睡觉啊！听话。你刚才做梦了？要不要聊聊？你看上去很伤感的样子。你一下子都坐地上了，就你现在这样，你还有心思关心我啊？我就是随便问问，你要是不想说，我刚才梦见了一个人，我努力想看清他的脸，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，我就是看不见。梦里头也是这样的，雷电交加。他是你的亲人？是，可他很早就离开我了。他已经去世了。那是好了，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早点休息吧。